咱所仰望的已经有承认，担着坚固这个承认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息，搁着大家相眷顾，来积起人来甲行好，毋通放煞恁的聚会，亲像有人惯势安尼。就是着三看免，既然看见迄一群，搁较着安尼。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首，天下万邦众人着听。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真正贵主免惊，地上万类当心好势。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学师真心敬仰，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定主宰，皆大官领，治理万邦，即将官兵。全地顺坦，服侍敬仰，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服侍真心敬仰，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真有贵，无分地位，服侍上帝。拜跪，众人拢将做声应歌，以命尊贵应该敬贺，愿地服侍真心敬仰，万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不变，众人干净。无也无错，历代圣徒全部人知，主的功劳意义伟大，全地服侍真心敬仰，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咱议员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所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任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罗面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来启应文第33篇。启应文第33篇是诗篇190篇、139篇。我来启，请大家来译。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 ”
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举早。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行歹行为。请咱同心来祈祷。万管灵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的日，你引带甲保守，献上感谢。阮受你竞选的囝儿，伫即个受分别的日，倒一届聚集伫即个所在，要用诗歌、正道甲心灵分别的心来敬拜你。求你亲自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互阮搁较明白，做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款式是着怎样做。求你赏赐阮有教育的信心甲气力来尽阮的本分，通诚做主的门徒。求主保守阮中间有受阻挡、耽误还袂到的，求你保守伊的脚步；也有受到合意阻挡，求主保守因的心怀意念。伫外地工作、求学的，也是其他原因无法度来，求主保守因的心思意念，无受到。无袂记之受分别的日，伫因一切，互因一切拢得到平安顺遂。也有身体欠安、忧伤的，求主亲自伸你的手安慰扶持因。只是我要为着牧师恳求，主用油抹牧师的喙，互伊所宣讲对你来的信息，通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也互讲甲听的病病受到释放。我来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免。这是三甲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今仔有3段，第一段第1节到第4节，第2段第7节到第9节，第3段12节到20节。现在我来读。上帝吩咐这的一切的话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捌带恁对埃及地对做奴仆的家出来的。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第7节，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就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工。读第12节，着孝敬你的老爸、老母，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毋通害死人，毋通行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众百姓看见雷弹、声呐、哨角的声，搁山顶出现，百姓一个看见就袅袅喘，远徛地对摩西讲：“求你甲阮讲，阮毋要听，毋通上帝甲阮讲，
行了愿为死。摩西对百姓讲：毋免惊，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恁，搁互恁时常敬畏伊，免得恁犯罪。愿上帝说听伊的话的人。当即时赞美，请圣歌队唱活的恩典。
正道，这是请陈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基督徒的基本要求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牧师所要讲到的题目是做基督徒的基本要求。边仔都有一个括号上嘛吼，啥会分上下？是牧师伫准备这10条诫到第3诫的时阵，你一定拍到4000几字啊！是讲倒要10条诫全部处理了，可能会8000几字。牧师的经验8000几字是讲道讲1点钟，所以我想讲要互咱的信徒挡会牢，都会当详细听，所以就分上下安尼来讲。伫咱继续要分享进行，咱搁倒一届做来祈祷，感谢咱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通开喙伫你面头前唱诗歌学了你，这真正是你予阮的恩典甲福分。但阮若是无主耶稣保护的掠较，阮实在袂堪即伫你面头前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动作，有任何的言语。主，当阮来到你的面头前，会当有即个福分来学了你，我也求信心，你来进入阮的中间，运行伫阮的心内，将阮所领受对你遐来的话，修饰互阮个人无共款的感动，成做阮个人性命的帮助。主，阮就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假使讲，咱人的一生，就亲像是一场考试。咱伫一生中间所要争取的分数，是为着会当达到上天堂的标准。那安尼，咱感觉上帝会定什么款的题目？上帝敢会定讲，咱做礼拜做几场？上帝敢会甲咱登记讲，咱参加团契聚会几届？咱的圣经自头到尾读过几摆？咱到底背几段圣经节？也是讲咱为着教会办几场的活动？甚至是咱一生的中间，咱祈祷已经达到偌久？上帝敢会看咱奉献偌济？探访几届？咱的事工做偌济？也是讲咱带偌济人来到教会？咱做过几任的干部、会长、执事、甲长老？这敢有可能是上帝所定的题目？一教会内底有一寡物件甲代志，会当经过统计看去数字，总是这个数字伫上帝面头前，检会当代表啥物？我想无人会当确定。而且信仰的代志也有真济是无法度用数字来代表，嘛无法度用数字来统计。就算讲咱硬要来求取一个数字，检测即个数字，嘛无法度来代表啥物。过去我听去真济教会，拢会话讲，教会爱复兴，爱复兴。当咱教会甲兄弟姊妹信徒彼此安尼伫呼吁的时，咱的心内所想的是啥物款，来代表即个复兴？即个字，讲是人数变多，奉献变多，也是讲侍奉做工的人变多，查经班祈祷会的人嘛变多，然后人愈来愈多，奉献愈来愈多，场地渐渐开始无够用，需要愈较大的场地，就开始来重新来建堂，互建筑物都互愈较大间。
总是我要讲的是圣经内底所讲的复兴，并毋是伫讲变大，也是变济。中文圣经内底即个中文字复兴即个字，其实有活倒转甲更新的意思。即个复兴有活倒转甲更新的意思，回转跟更新。而且我要讲的是，旧约圣经内底，当上帝要复兴以色列即个民族的时，人数颠倒会变少。咱可能感觉真奇怪，是安那上帝予以色列即个民族复兴的时，人数会变少？因为一族群内底有埋怨上帝，有刁工去违反律法甲诫命的，阁有迄种无要听上帝话去行的人，拢会受到上帝的剪除。当南国犹大的约西亚王伊开始宗教改革的时，真侪物件开始变少，偶像变少，社会上的歹代志变少，埋怨上帝的话变少，违反律法甲诫命的代志嘛变少。追求数字本身并无违反圣经的教示，因为咱知影讲，咱教会大使命，就是心接主耶稣基督的教示，出去传福音，招侪人通过认捌主耶稣，煞来建立教会。所以追求数字本身并无违反圣经的教示，总是咱爱知影讲，教会的建立源起头，是一群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得通过洗礼归伫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所以当咱毋望咱的教会会当复兴，互魔鬼攻，互魔鬼即个方面，几个方面的数字会当变济以外，咱嘛得来详细来思考几项代志。咱得来思考一寡数字所袂当代表、所袂当统计的代志。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是10条诫命，这10条诫命，人无法度用数字来统计，也是表示。总是上帝有缘有法度通过这10条诫命，甲人拍分数。某一个方面，一信仰内底的一寡宗教行为，无法度统计的代志，比有法度统计的代志搁较重要。10条诫命的一开始，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上帝所交代予摩西的第一句话，伊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上帝安尼的一个自我介绍，是咧表达上帝甲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反倒来讲，上帝嘛是教示以色列人爱对伊凡事感恩。若是讲以色列人无受上帝的拯救甲讨绑，其他的就拢免讲。因为人若是无自由、无尊严，活地是要安怎？搁再讲，性命活掉无价值，要算讲是活地吗？这10条诫的进程，有上帝的自我介绍，甲讲出拯救的事实。这是要让以色列人来讲明一件代志。上帝要甲以色列人讲，因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因为因是受到上帝的拯救甲讨绑，互因有新的开始、新的愿望。所以，这群受拯救的以色列人，因若是无意识到讲，因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因的性命是藏伫上帝的手中，性命的所有权是互上帝来掌权的话，因若是无意识安尼的代志，我要讲的是后壁的10条诫，拢毋免得加讲。所以，这个箴言非常的重要。你若是无意识到讲，我是属于上帝的，后壁的10条诫，真正无需要得加讲。10条诫的一开始，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上帝
偶像的崇拜，双方是交易的关系，因为人有拜，偶像就有保庇。若是讲拜了偶像无保庇，常常就将偶像来牵倒角，另外再刻一个偶像来拜。总是我要讲的是，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兼是交易的关系。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互人写做小说，也是讲拍做电影。这个故事叫做《辛德勒的名单》。哦，辛德勒的名单，毋知影人敢有人看过这个小说，还是电影？来有看过小说是电影的，请亚洲互我知影，《辛德勒的名单》。好，手放落来。我第一顿问的时阵，嘛是无啥人举手。我想讲，以我的年纪，我若看过，应该其他人拢有看过。好，不要紧，我一只小我来解说。这个故事是咧讲，伫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有一个德国的生理人，伊的名叫做奥斯卡·辛德勒，是咧描述讲伊怎样运用伊的资源甲智慧，拯救济犹太人脱离德国即个纳粹的虐待。互因伫战争的时，去到即位生理人的工厂来做工课，要伫互因叫德国的军队掠去到伫集中营。咱知影讲犹太人若是去互人掠去伫集中营，下场是啥物？死路一条嘛，死路一条。所以即个奥斯卡·辛德勒，其实伊一开始的出发点，伊并毋是要救人。伊不过是要通过战争来发财，所以伊就开始用这个德国军队来讨人。总是这个德国军队真贪心，若要讨人，就要互因物件，互因钱。这奥斯卡想讲好啊，我就先投资，后壁较来趁钱。总是愈到后壁，伊的良心愈发现，到后壁，伊甚至是破产。总是伊就是拯救济的犹太人，去到伊的工厂来做工课，无死伫集中营。当战争结束的时阵，这个奥斯卡放因这个犹太人互自由，无搁做因的头家。总是当奥斯卡伊过身了后，过去这个受拯救的犹太人，伊带因的囝儿大细。组织伫即个奥斯卡的坟墓的头前，来贴石头啊，来送花，代表对伊的感谢。我要讲的是，这位奥斯卡·辛德勒，你要讲伊是一位好人吗？伊嘛无完全毋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伊有自私的一面，伊原底想要靠战争来发财，总是上帝却是中间对伊有特别的使用。我要讲的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因为做一件好的代志、正确的代志，死了后就受人的尊重甲感谢。那安尼，我要讲的是，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搁真搁活，都通过主耶稣基督拯救咱的上帝。那安尼，咱要来安怎来面对这位搁真搁活、都拯救咱的上帝？我要讲的是，圣经甲教义，咱有法度教，咱有法度读。总是我要讲信仰的代志，咱无法度替人来领受。爱讲听我的意思，咱有法度教人读圣经，教人教义，总是你敢有法度替人感动？你敢有法度替人流目屎？你敢有法度替人领受？所以，我转来一开始所讲的，人若是无意识到讲家己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咱实在无法度去强迫别人守诫命。只有家己有意识到讲，我的性命所有权是上帝的，咱会当强迫咱家己来守这个诫命。另外，咱手头若是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出埃及记20章，就是咱头仔所读的。咱加减会互圣经的标题来影响。请问咱头仔讲20章，通常下骹拢有一个标题，是标啥物货？
我相信是2个字，十戒嘛，对无？总是咱对戒即个字看起来小讲是安尼要求规矩，还是讲约束？我要讲的是，这10条更较正确来讲，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所以咱若是用立约的角度来看，一个承认家己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人来讲，这10条诫命，若是讲用立约的角度来看，这毋是要求，这嘛毋是约束，甚至嘛毋是规定。这10条诫乃是咧表明讲，咱人若是愿意，咱就用上帝教义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疼甲拯救，用上帝教义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疼甲拯救。就亲像我咧辅导要结婚的青年人相共款，除了因来到台仔前伫上帝甲正道的面头前誓约以外，其实伫婚前辅导的课程内底，我就一定只引带因安那来彼此立约。我辅导男女双方，都要用对方所介意、爽快、欢喜的方式来听对方，毋是用自我认为讲是好、是正确、是对的方式来听对方。相共款，若是讲婚约是要用对方所介意的方式来听对方的话，那安尼这10戒的立约，嘛是为着要互人甲上帝，以及人甲人之间会当好好啊来彼此相听。这是咱做来看到第1条诫命。讲遐尼久，我终于开始讲第1条诫命了吼。所以我也讲10条诫，我处理了，可能爱讲1点钟。来，咱圣经若是有兴趣，咱来看第1条诫命。第1条诫命，伊讲的是啥物？我以为你毋通有别个啥上帝。即句话若是用婚约的角度来看，意思是讲，伫婚约的彼此之间，也是讲以外，袂当有其他的小三啦。意思是讲，袂当有第三者。不过，若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上帝安尼对因的要求甲期待是应该的，因为自头到尾，摩西去对埃及的法老，但提伊讲，你来放犹太人、放以色列人来讨放的时，上帝拢一直叫摩西甲以色列人讲，拯救因的上帝名或做耶和华。上帝无爱互人空思妄想，家己去想象一个拯救因的生命。上帝互以色列人对埃及以及到即个西奈山骹，拢一直伫用因来表明讲伊的名或做耶和华。特别第1条诫命的希伯来文的文法，若是讲直接翻译出来，是讲你毋通有别个神明伫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其他神明在我的面前。迄个我就是上帝。你毋通有其他的神明伫我的面前，意思是讲，咱甲上帝的中间，敢会使有其他的神明伫地？袂使，袂当有任何物件插入咱甲上帝的中间。以色列人受拯救，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并无其他的神明参与拯救因的行动。所以，若是讲，只有耶和华上帝拯救因，叫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去拜其他的神明，那安尼，这就是反晓的行为。反晓讲听有，背叛，好，这就是背叛的行为。来到新约的时代也相共款，咱除了我靠耶稣基督来得救，甲上帝和好以外，咱敢有其他通倚靠的？请问咱当倚靠耶稣基督以外的物件，甲上帝和好吗？咱当倚靠耶稣基督的名，其他的名来向上帝祈祷吗？所以咱该当倚靠耶稣基督。今日来反省咱家己，咱敢有专心专意来听上帝无？咱有
注目专心伫上帝身躯顶无？咱敢有浪费时间伫其他诶所在无？还是讲有啥物款诶代志，一定影响咱家己无法度来奉献互上帝？其实上帝所爱是咱诶心中只有伊，咱诶性命拢总是为着伊。咱继续来看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讲的是啥物？毋通为着家己安那雕刻偶像。总是咱若是对第一条诫来看，第二条诫实在无必要重复安尼的规定，因为第一条诫一定讲我以外你毋通安那有别个上帝。第二条诫都讲你毋通安那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我要讲的是，都无其他的上帝，哪会倒去雕刻偶像？不过上帝一只所讲的这个偶像，讲的是伊家己啦。上帝无爱以色列人为着上帝家己来雕刻偶像啦。所以后壁才会开始讲，不管是天顶都有倒位，地上地下水内底，与人来空思妄想嘛。上帝可能生到啥物形啊？当摩西摕10条诫对西奈山落来的时阵，请问阿伦带以色列人咧创啥？即拜啥物会？拜金牛嘛。以色列人家己想象一个神明，用一个金牛迄种臃肿的形象来代表上帝。但是上帝就是无爱人安尼，上帝就是无爱人安尼。我会记得我做神学生1年级的时阵，我有一摆参加天主教的即个礼拜，就是望弥撒。因为礼拜的听词其实真复杂，念咪徛、念咪坐、念咪跪。我毋知影咱有参与过无？有嘛？总是迄一摆，我毋是坐伫咱即马即坐即个长椅，因为伊的长椅的迄个骹脊边拢有一个祈祷垫，会当安尼盘落来跪。迄一天我拄好是坐伫长椅的外口，迄种医疗啊，迄种叫做啥板凳顶管。好啊，即马主持人讲来，咱遮来祈祷。嗨啊，我也无祈祷点啦。因一祈祷拢祈祷有够久的，我想骹头真正有够疼。我著摕我家己的圣经甲圣诗，注伫我的骹头下骹。我边仔一个同学看到，甲我讲：“陈某某，我感觉你实在真无礼貌。你较会使用上帝的话、圣经甲圣诗注伫你的骹头有。”我讲，就算讲你今仔日若是离个放伫涂骹，我有哪敢踏过去？我仍旧敢踩过去。有的人伫无意中会将一寡物件神圣化，感觉这个物件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气力伫内底相共款。旧约的偶像崇拜就是安尼，拜偶像的人，伊认为讲神明的这个化身，也是讲神明的气力会降临伫偶像内底。而且伊认为讲，只要捌法术的人会当行法术，对这个偶像行法术，检查会当控制生命。当上帝无爱互以色列人雕刻偶像，就是无爱互以色列人想空想芳，要来控制上帝。而且当会当控制偶像上帝时阵，就会摕迄尊偶像安那来顶权位。一个月内底，诚做一个牧师所要面对的试探之一，就是有可能将家己偶像化。因为牧师讲是逐礼拜徛伫台仔顶一只讲道，称明上帝的话。总是做牧师的人，嘛无意中将家己即个上帝所要使用的即个器皿来偶像化，煞来顶权位。总是一教会其他的所在。其他代志，敢有雕刻偶像、顶权威的代志，我毋知。我家己做一个牧师，我家当安尼来反省我家己。拄偶像，若是讲一旧约的时代，
是全以色列人的代志。安尼我要讲的是除偶像，今仔日伫教会内底嘛是每一个人的代志。有当时这个偶像，用国语讲，不是我们身外之物。有当时这个偶像，检使是咱家己嘛无一定。用偶像来顶官位，牵涉到第3条诫命。来，咱来读第3条诫命是讲啥物？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回头来看，这就牵涉到讲将上帝偶像化的代志。旧约时代，因不止认为讲，只要行法术，用这个偶像行法术，会当控制生命以外，因相信一件代志：人若是会当知影讲某一个生命伊真正的名，只要知影迄个生命真正的名，就会当控制这个生命，互这个生命听伊的话。上会当控制生命，上就会当用生命的名号来顶官位。总是咱看到10条诫，上帝一开始伊讲啥物？伊讲我是啥？耶和华，你的上帝。伫迄个时代的人，因拢想讲知影一个生命真正的名，就当控制生命，互生命听人的话。总是上帝甲人立约进前，伊第一句话既然自我介绍讲啥物话？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上帝明明知影人的需要是安尼伫想，总是啥上帝愿意将伊真正的名向以色列人讲，因为上帝毋望甲以色列人彼此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啦，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所以上帝愿意将伊真正的名，互以色列人知影。咱现代人检是真强调个资法，有无？啥咱会强调个资法？自到当你毋捌接过诈骗集团的电话，请举手。毋捌。啊！你一直拢会接到这种诈骗集团的电话，请举手。好，手放了。你若感觉真奇怪吼，我都无互伊电话，伊较知影我的电话。伊都知影你的名咧，都知影你的身份证的号码咧。这敢是就是互相信任的一个关键。另外，这条诫命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上帝的名。这条诫命嘛是互人毋敢随便祈祷，就亲像咱新教徒，甲叫做咱新教徒，也是讲天主教，咱祈祷煞上后面拢会奉啥的名祈祷？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问题是，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言行举止，咱的生活。敢有活出主耶稣的款式？咱祈祷的内容，敢有符合上帝所爱的彼此相听、慈悲怜悯甲公义？若是无，咱都不是用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咱敢是变做甲旧约，遐个要行法术，摕神明的名来顶官位的法术相共款。生命若是无活出上帝所爱的款式，有当时咱真正愈祈祷，会愈得罪上帝。咱可能会想讲，牧师若安尼，咱就规气莫祈祷，较袂得罪上帝嘛。我要讲的是，我的意思毋是安尼。我毋是讲为着莫得罪上帝，咱就莫祈祷。我是要人反转来想，咱做伙来思考。咱若是愿意有一个祈祷的生活，咱检视就是会伫平常时来警醒家己的心思意念、家己的言行举止。这是为着啥？为着咱家伫上帝面头前开喙祈祷，
为着要互家己有一个基督的生活，所以我愿意安尼来警醒我家己。台南有一间城隍庙，城隍庙，庙的门口有一个对联，安尼写，我用国语来读：心存正气，无拜无又何妨？作恶多端，多拜无也无益。意思简单讲，心若是正直，无去来拜不要紧。啊，若是歹代志做规堆，加拜安那，无意义嘛，无效。我要讲的是，若是这种拜偶像、拜假神的民间信仰，拢有安尼的观念的话，那安尼咱所信的这位上帝，伊减是搁真搁活，充满阴光甲圣洁。听甲讲伊本身的上帝吗？若是讲安尼一位上帝，伊对咱人，敢会都有搁较严格的要求甲期待吗？所以对伫即个反省家己、警醒来祈祷即件代志，我对4当前来到教会，我发现讲，咱的信徒真警醒，真会晓反省，因为祈祷会人数一直足少。我是小可咧讲笑人，敢是一群牧师甲一群毋惊死的人，敢伫上帝面头前来开喙。我要讲的是，即侪人拢爱讲牧师，你替我祈祷。但是我要讲的是，咱家己的性命若是无活出上帝爱的款式，牧师无迄种权力会当控制上帝、命令上帝一定爱互你好。一定会互你安怎啦？所以除了牧师替你的祝福以外，咱得为着咱家己祈祷，为着要互咱家己敢伫上帝面头前开喙，咱得警醒家己的性命。这个主日，咱所探讨的前3个诫命，上主要是咧讲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安怎，以及人对上帝所应该有的态度是安怎？这3条诫命，拢无法度用数字来统计，总是上帝一只所要求、所期待，比数字更加重要。最后，我要问的是：咱敢有承认咱家己对耶稣基督来得救？咱敢有意识到讲，咱家己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咱敢知影讲，当咱洗礼了，就是甲上帝立约。咱的心中、咱的生活中间，敢有其他的上帝？咱的生活中间，敢是存在一寡偶像来阻挡家己专心伫上帝？最后，我要问的是：咱敢真正有要意咱的祈祷，上帝有要听无？毋望即个主日，咱通过这3条诫命来思考、反省咱家己。咱检视有啥物所在、啥物代志需要重新来调整，也是讲改变无？请咱一定爱回去，用心来思考这3条诫命，继续备办心。至后礼拜，咱继续倒来探讨其他3条的诫命，以及这个立约的内容。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阮信任，若毋是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裂坎，阮实在袂堪即来到你的面头前。阮实在是袂堪即对你的面头前来经过，甚至是开喙向你讲话。总是主，因为你的疼。通过主耶稣基督，互阮安尼稳定，互阮通灵命得到救，互阮通时常我靠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你祈祷。总是主，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的性命，互阮的生活会当匹配安尼稳定甲福分，
也求主今仔日通过这3条的诫命，会当互阮反省阮家己。阮有拜上帝以外的生命无？我有为家己来雕刻偶像无？阮敢有任何的代志阻挡伫你甲阮中间？主啊，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主啊，咱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过来吟圣诗，圣诗第385首，圣诗第385首，人生风波摇动无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人生风波摇动无停，耶稣着咱着真情，日日发出仁爱呼声，心都对我免惊吓。假日你爱主吧出声，叫安地来对伊行。家庭亲情祈求公正，拢放煞为主陪命，所叫咱放煞世间，永远有贵时坎坷，拄起一切我上希望，精神多着。听我，无论忧闷也是欢喜，着我也是用的心，竟有好歹，主要叫讲，着听我赢过拢总，耶稣叫咱着来听。伫你面对伊行，显然心心顺叹成志，着爱这提高一时。请坐，这是请牧师主持圣礼典。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要举行圣礼典。来领受圣餐，咱献开圣诗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咱做伙来吟全首。咱坐咧吟，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角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囡仔着无担的人，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以及恩惠，甲咱三角基地。咱嘛对咱边仔人讲，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恩典，甲你三角基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即时也照安尼的款式，就领受饼甲杯进前，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虽然阮一只所食的饼甲杯是一个上顶的仪式，总是主，你的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因为阮每一个人伫身躯顶有看袂起得救的记号，伫阮的头壳顶。主上帝，恳求你，予阮伫领受的中间，倒一摆来三思、反省家己，敢会堪得来领受你安尼的恩典以及福分。愿主你的心帮助阮，用敬虔的心来领受。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你逐摆安尼行，是为着要纪念伊。即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每一摆安尼行，是要为着来纪念伊。亲爱的兄弟姊妹，即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的罪来拍破。咱每一摆行安尼，是要来纪念伊。咱请长老。当咱摕到饼的时，咱搁一摆来三思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所拍破的身躯。今仔日咱所领受头前的3条诫，需要咱来拍破阮家己，咱才有法度，互信心来重新甲咱塑造，成做上帝所建立的形象。所以咱即时摕到饼，咱就来默想、来祈祷，求信心拍破咱的性命，互上帝重新塑造，成做伊所喜意、所建立的款式。
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大概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当咱摕到杯的时，咱搁一摆来思想，是安那咱会堪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祈祷。若毋是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裂坎，咱袂堪得向上帝开嘴。所以当咱摕到杯的时，咱搁一摆安尼来三思祈祷。也是讲反悔的祈祷，请咱摕着杯来闭万心。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每一个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
咱每一届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稳定，甲咱三个伫地。咱嘛甲咱边仔人讲，愿主耶稣的平安稳定，甲你三个伫地。咱做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毋是因为完全，所以会通食即个圣餐。反倒，阮就是因为无完全，拉散、误会，袂堪值来到你的面头前，所以阮才领受即个圣餐。通过即个饼、甲杯，倒一摆孝念主上帝你的恩典，倒一摆看起家己的不配。主上帝，求你的信心帮助阮。虽然这是一个上顶的仪式，总是阮相信信心运行伫这中间，会引出阮的性命甲生活会讲愈来愈好。而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拍破阮家己的性命，互你重新来塑造。也愿主耶稣基督你的保护继续了看阮，帮助阮有好的行为来匹配阮奉你的名的祈祷。主愿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的圣礼典到这。这是来奉献，请陈碧君执事甲肖爽哦执事来施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这是来报告的大声，请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诗篇19篇14节，请咱会众来读2遍，请。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诗篇19篇14节。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诗篇19篇14节。咱来掀开周报的第一页，是咱顶周的出席甲下周侍奉的人员，请咱详细来看。咱来看第一页的统计卡遮，请咱会友提早到头前来坐，大家彼此来提醒。对家己对心归敬拜上帝。第二场礼拜煞，若伫11点半进前，请咱伫4楼来交易，然后时间到到6楼来用餐。所以咱若第一场的礼拜是几点以前都爱到？9点45以前爱到吼。咱9点45，咱就会开始聚会前的祈祷甲练歌吼。来，咱来看第2页。是咱的周间的聚会甲报告。第3页是咱的小组的时间，小组的聚会，请咱到咱附近的所在再参加小组。第4页、第5页、第6页是咱的大岛的事项。请咱掀开第7页是咱的奉献的报告。若是假使也毋对的，请咱用咱的中级来更正。掀开第7页、第8页消息报告。本礼拜第1场、第2场有举行圣礼典的圣餐式，拄仔有举行。第二，今仔日是月定奉献的主日，咱就孝顺上帝恩典，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接受对天来的祝福。第3点，这是咱来举行生日的，迄落请念着名，也是咱10月份的生日的，请咱到头前来。请牧师甲关怀部来主持。来，请咱出来吼！来，王水源、王浩杰、简章佑、何伟德、何秀娥、杨竹华、吴明书、吴丽芬、李庆章、周嘉怡、林子玲、陈林岳斌、黄李金銮、张雅敏、柯正大、柯雅潮、连伟豪、魏梅兰。陈美纯、陈清智、陈雪丽、陈嘉伟、陈伟嘉、彭家富、黄朝勇、黄惠香、林武雄、罗黄爱美、廖文斌、廖永强、替淑子、姚玲君、刘如安、刘俊吉、李玉兰、罗冠辉、罗益玲、甘碧辉、苏胜安、刘志玲、李文章、吴敏珍、郑雅雅、罗金君。祝你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后来第4点下晡点半，伫701会议室召开10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新当选的中执列席。会后煞开小会，请新当选的长老列席。10月15伫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为着这个事工代祷甲奉献。后礼拜下晡1点伫701教室举行中执团契省长训练会，请新旧任的中执甲团契新旧任的团契首长参与。小会消息、小会公告：2020-2018年度的中执当选名单经清省略。长老陈建州、李文佳、执事黄团军、赵美珠、刘泰山、陈碧妍。教会消息：圣经会考希伯来书10甲13章，伫10月初8拜3暗7点半要圣经会考的总复习；11月12礼拜日第2场礼拜圣经会考。第2点，教会会议版对10月14日开始，请咱有意向的，请咱家己来看。倒来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本会郑雅雅姊妹的老爸郑可松先生，伫9月30日透早3点蒙主温调，家属依照民间的礼仪来办理丧事，请为家属代祷甲安慰遗嘱。第2，本会泸州市籍事的老爸卢阿炮先生，伫10月初5下晡5点蒙主温调，家属用民间的礼仪来办理丧事，请为遗嘱代祷甲安慰。本会任今年的妹妹任安妮告别地上回到天家的婚礼，伫10月16日拜上午9点伫桃园殡仪馆天德厅举行安歇礼拜，请代祷并安慰遗嘱。其他消息，合作社伫今仔日中昼12点伫701会教室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请理监事出席，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代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头仔是第9页，具体消息的部分，咱有看到。毋茫咱继续陪伴咱郑雅雅姊妹，继续伫这段时间安慰伊、陪伴伊。咱嘛会当来继续关心吕昭士执事。这两个因为拢因为家属的讨论，所以是用这个民间信仰丧事礼仪的方法。总是咱游玩会当来到因的厝内底来表达咱的关心。第3个就是讲珍妮的妹妹安妮周报顶悬写的是告别第3回到天家的婚礼这字眼无写毋对，字眼无写毋对。事发的隔天，才牧师知影是伊的生日，佮后日原底是伊要结婚的日子。牧师去到厝内底，带因关心。我嘛甲任爸爸一仔相款艰苦心啦。一个查囝车养甲遮尔大汉，无简单，无简单。所以嘛，毋茫咱伫拜一，若是有时间，半工过去做伙来表达咱的关心。生命是上帝所赏赐，伊赏赐嘛会收回。所以，咱将遮的灵魂拢交伫上帝的手中。只是咱嘛要为着欢喜的代志，上帝有赐予一个新的生命，互藤椅以及艺人，因得到一个儿仔，细汉儿仔，或者黄可欣只是邀请藤椅甲艺人抱因的第2位可欣听起来是查囡仔，还是？给我一个暗示，查囡仔啦吼，好，查某婴仔好牧师要一只来为因做祝福的祈祷。来，先面向我。一只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咱做用祈祷来感谢上帝，也来迎接这个新的生命来到咱的回来。
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兄弟姊亲爱的主上帝，阮甲众兄弟姊妹三甲一日面头前，直接来见证即个时阵，就是你有赏赐一个新的生命来到我的中间。主上帝也感谢你，赏赐即个世间上好的产业，互天意甲一灵，互水金兄甲伊如姐。主上帝，阮相信即个新的生命会带来这整个家庭甲家族有无共款的看起甲毋望。主上帝，阮感谢你，也求主上帝，你的神对即时的临在充满伫可信的生命内底。虽然伊即马无法度来家己个别伊的信仰，总是伊的父母愿意将伊带来到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接受主上帝你的祝福。也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众兄弟姊妹将可信当作家己的囡仔，安尼来看待，安尼来关心，安尼来引带。主上帝，阮就将可信伊成长整个的过程交代伫你的手中。嘛有天意甲意灵有智慧，用上帝你的话来养饲伊，帮助伊长大。主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好，我们向后转。好我来介绍这位或者腾毅，这样说 SOP 啊，你我介绍者好啦。这位是腾毅是意灵因呢第二个这个产业。可信，咱只是用普话声来欢迎。唔知影最近兄甲伊如姐敢有伫咱中间？哦，是外口啦吼，较避暑一撮啊吼。继续将即个囡仔当做咱家己囡仔，安尼来关心、甲照顾。好，咱就该互因普话声来甲因欢迎。这是来上吟第395首，上吟第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
帮助阮，会当互阮时常用主上帝你的话来成做阮头前的光灯，阮生活的准证。也愿主上帝你的心帮助阮，会当互阮独独注目看你，将家己的性命来献互你。愿三位一体上帝恩典甲疼痛，甲每一个人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作歌。电乐灭倒。平安的，请咱起立，大家互相平安。